前面呢，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哈。各位平安。礼拜时间也差不多啊，我想大家都很兴奋哈。我们经过了这一个很长的一个春节，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次回到我们的天父的家，我们的教会来敬拜他，来赞美他。只是我们希望大家用默祷的心情来开始安静我们的心，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伊物件洗礼，
互因归伫爸囝信神的名。既然我所有面顶的，就假是因手，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代的落尾。即时咱要请敬拜团来带咱来敬拜，要用好乐的歌来带咱做来朝见上帝。大家平安。耶稣基督是那有能力，是超过这世上一切的神，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救赎，无方变的话，唯同起立，来宣告他的名，可以击掌，可以欢呼歌唱，一同来。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再从头一次。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就住在我里。让我们大声的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再一次大声的宣告，我的盼望在耶稣里，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住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是，他是那位蛮有能力的神，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平安。我愿将我们的一切都摆上他的手，来带领我们，来引领我们。他是那一位荣美的救主，是那一位圣洁的羔羊，是公义的，是怜悯的。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更
更深更多的来认识他。愿我们透过这首诗歌，能够更多的与他亲近，与他连接。
是咱的原则咧，咱要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界面，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名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23亲像是讲，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即两条命是全部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的新的界面互阮，就是恁着三听。即日听，恁互阮三听。真是袂三听，真也袂记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真侪。这是写大大的对我，咱要用旧信息的启文第36篇来三角交读起。新来信仰的人有福气，忧闷的人有福气，温柔的人有福气。要喙焦希无记的人有福气，里面人的人有福气，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互人可怜的人有福气，为着伊捌受困着的人有福气，为着我人受水满顶。困着恁，诽谤恁万人的恶，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酬是大。是请大家甲我同心拍头来祈祷。我伫今日阮感谢你，搁一届因带阮来到你的圣殿内面，互阮直接遮会当来敬拜阿罗你。阮也要感谢主你，赏赐阮恩典满满伫阮的身躯，互阮受着平安喜乐的日子。阮今日要来阿罗你，要来感谢你，愿阮今日的敬拜，拢通做你所欢喜。阮伫今日阮是有罪的人，阮是鄙视，阮的肉体是土沙。阮求主你赦免阮，听阮软弱的祈祷。求你伫阮遮有罪的人，伊伫阮的心神甲肉体，互阮有勇壮的身躯甲健全的心灵，来面对你所为阮安排的每一个程序。互阮伫勇壮的时会晓感谢你，因为主你互阮有活命的日，有喙来保佑你的命。互阮伫艰苦痛痛的时，嘛会晓来学罗你。因为阮会当恳求来求叫你的名，有愿望来听候你的帮助。亲爱的主啊，求你建造阮，互阮诚侪你福音的出口，互更加侪要信的灵魂，因为阮的好所行，感受着上帝对应的听，互接受你、信靠你的人，会当经历着国活的新生命。亲爱的主啊，阮也要求你。受好今日敬拜，互阮的心主你来打开，互也得到真正你的出口，用主你的道一解来教示阮。愿今日一切的荣耀甲学乐拢归于你。阮安尼祈祷，甲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们唱新歌里来迎上帝的听，真奇妙来学乐上帝。
咱先感谢新歌队所带来这条歌，上帝恩典主爱伴你到老，这是只奇妙的恩典，这是咱在座所有的基督徒会当享受的恩典。这时咱要接受上帝的话。首先，咱要来看圣经在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8章第28节到20节，请恁注意来听，我来读。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安尼讲：耶稣分话来对因讲话，讲天顶地下的已经拢总我，所以恁着去召万百姓来做核心，甲因听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紧拿我所有命令顶的，着假实应守，搁我一日甲恁定定，到世间的误会。搁来咱要看第二段圣经在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咱要看第7节到第8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7节到第8节安尼讲，伊就甲因讲。爸所下伫伊家己原来的时间，去家己，毋是恁所通知，独独圣神领导的领的时，恁要得到在灵，搁伫耶路撒冷，骗犹太甲撒玛利亚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愿主祝福听伊话来听的。一时咱请长老来讲道，伊今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去传见证，去传见证，那这样。感谢平安。上个礼拜我讲说信信什么？信创造宇宙的主，信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中保。那个信耶稣到天上的时候，才有保惠师来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我们信三位一体神。接着我们在新春礼拜的时候，我们知道信了以后呢，我们出为门徒，入为门徒，然后得丰盛的生命。然后我们得到以后呢，我们就去传，然后做见证，这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直到地极了。他已经将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去传、去见证，让撒旦来斗。慈悲的父神，我感谢你，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因为耶稣基督。主啊，何等的不配，但是因着你的爱。主啊，在这里读你的话语，主啊，让你的话语刚强我们每一位，然后为你来见证、来传天国的福音，召万人成为你的门徒。主啊，求你让我们经过了约旦河以后，能够这个刚强壮胆的心来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就去传跟见证好，咱知影那个李长老他搭计程车的时候，跟人家讲福音讲以后，他说要不要信？要信。然后好，那停车了，停下来去7-Eleven买一罐那个矿泉水啊，然后就帮他洗。李长老他的见证是这样，他说他信了，他就帮他洗。其实没有错啦，很多人都为这个见证。我知道父亲生主事的时候，我曾经跟他搭火车的时候，他因为是基甸会的会员，他随身都有带来的圣经。坐在他旁边，我跟他讲，这一本圣经你知道吗？这一本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他就开始跟他讲一讲，我送你一本圣经，希望你能够来信耶稣。其实我们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会怕，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相信哈？就像以赛亚讲的，我所传的，有谁相信呢？但是我知道，我们如果走出第一步的时候，就会你就会把这个传出去的。我记得我们教会大概20年前、30年前，那个曾经也有那个别的教派来我们教会训练我们说要出去传的，然后我们有好几位都参加，训练以后马上出去了，马上出去碰到人就要给他传。结果我出去刚好碰到我以前的一位学生了，我就跟他讲，说要来礼拜，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了，其实碰到，因为他那个时候刚好读中兴大学的那个台北大学研究所，就传福音真正其实非常重要。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去传，他就是说他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基督了，所以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他的命令。命令跟他吩咐不一样，命令就是你一定要去做。所以我们读新的诫命的时候，那是命令。那个不是吩咐不是耶和华吩咐你怎么样，不是，它是一个诫命，就是命令。所以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耶稣基督所讲。信的人有哪些？有神迹随着他们。神迹随着他们，他说奉我的名赶鬼，说新的方言，手能拿蛇，喝了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这是马可福音最后一章所讲的，耶稣跟他们讲的。我们当然会怀疑说真的会这样吗？真的可以这样吗？我们看一下保罗在前往罗马的途中，那个时候他是要被抓到罗马去审判的，因为他说他要上诉到尼罗那边嘛。要上诉的时候，这个船就开到那个米利大，就是马马他岛。开到马马他岛的时候，就停留在那边，因为遇到季风，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保罗就跟他们讲，因为保罗跟他们讲说，你们都不要害怕，因为神跟他讲说，一个都不会失落，一个都不会失落，全部都会获救。有谁要逃走，他就保罗就跟他讲说，不要让他逃走。因为都不会死掉，结果他们上了那个马马他岛的时候，在那边烤火的时候，因为天气冷啊，寒冷的时候，烤火的时候，本来大家认为保罗是一个神的仆人因为他讲的就按照他所说的，结果保罗呢，大家非常尊重他，保罗竟然被一只蛇咬了，毒蛇咬了，所以那里的土著就觉得这个人你看他在海上没有死掉，船破了没有死掉，这一次他一定做了什么大恶，所以上岸来，神还不饶他，还一只毒蛇咬了他，结果咬了以后没有怎么样，没有怎么样的时候，结果那个酋长，那个马他打的那个酋长就信了他，保罗就跟他传讲耶稣，后来因为他母亲生病了。有生了那个热病就是发高烧，所以保罗就跟他祷告，按手祷告以后就好。就刚刚像刚刚所讲的，耶稣跟他们讲的被蛇咬、毒蛇咬，大家认为他一定会死掉，结果没有，能够按手治病。所以马马他岛从那个时候就成为这个岛，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说全世界有教堂最密集的地方就是马马他岛。我们看那个左下角那个，就是现在那个马马他岛，这样这个就是保罗因为神给他神迹启示，让他可以传。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所以去传了以后，还要使他们做门徒，然后要帮他们施洗，归父子圣灵的名。然后接着说，凡所吩咐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施洗了以后，他归入圣灵以后，还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基督所传讲的。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说信了以后就结束了，那也许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就又退缩回去了，就不再信了，也许会这样。
再来我看到腓力跟那个伊索比亚，伊索比亚这个太监，伊索比亚叫古时啦，古时在埃及埃及的那个下方那个地方，这个是他在往那个加沙那个路上的时候，腓力本来是在耶路撒冷城市那边，神跟他讲，你赶快去到往加沙旷野的地方那条路。我们知道腓力没有疑问，没有问说干嘛去那个旷野的路也没有人他没有问，他就真的去了。去了以后看到有一辆车子那个是伊索比亚那个太监他甘达基的那个太监的一艘一辆车，他就贴进那辆车，所以腓力是跑去听他在干什么，听他在干什么。然后听他以后，那个官就叫他到车上去，问他以后，他说他读了以赛亚书53章就是受苦的义仆嘛，受苦的仆人。他说我们知道读圣经的时候，他说他被藐视，被丢在痛苦之地，别人的眼面不看他。他是在担当我们的痛苦，他是在担当我们的痛苦。他又读到说他被带到那个宰杀的地方，还有被带到剪羊的地方，他也不开口，他都不开口。他读到这一段不懂的时候，就问腓力，他说你懂吗？他说不懂。不懂的时候，腓力就跟他解释，他是在讲耶稣基督。所以讲了以后。刚好看到有水的地方，那个太监问腓力说：“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受洗啊？我可不可以？说在这里受洗合法的，合法的。”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了。”这个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腓力就帮他施洗，施洗了以后，腓力就不见了，神又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读这一段《使徒行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看那个太监他是又在读圣经你这样看的时候，他怎么会有那本书可以读？那个是写在羊皮上面，他一定去买的，去买了在那边读的时候都不懂，刚好腓力去了，神派他去的时候，他就跟他讲，结果这个伊索比亚他就很多人信耶稣基督。因为腓力，因为圣灵跟他同工。再来我们看一下见证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组合他们同工，用神机随着证实所传的道。用神机随着，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相信，因为你这样传，怎么会有人相信？神跟彼得他们讲说，你们在地上等圣灵降临了以后，圣灵降临了以后，你们就可以出去见证。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左边那个图，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他有跟他们讲说，圣灵的目的是什么？圣灵的来的目的是要叫他们想起耶稣所讲的一切话，还要把奥秘的事告诉他们。圣灵是讲这些，圣灵不是说有其他的，那个医病那些要会，但是圣灵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你想起耶稣基督。让你想起来那一些神所创造的那些奥秘。那这个后来圣灵降临了以后，彼得就到3点钟下午3点钟的时候，就是祭司在献晚祭的时候。我们知道那边会献晚祭嘛，晚祭、早祭、晚祭的时候，三次的祭的时候，晚祭的时候，那个彼得跟约翰就要到圣殿去的时候，刚好在那个门，就是东门的地方。东门那个地方就有一个茄子在那边，然后彼得跟约翰就看他，叫他去看他，然后说跟他讲那个人好像说，你是不是当一点点钱给我，那个意思了。结果彼得跟他讲金银我都没有了，但是我把所有的给你，就是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可以起来行走。结果那个人就好，就起来走，起来走的时候，圣经这么描写。讲行走无上帝，走着跳就赞美神，就跟随彼得进去。后来彼得在那讲的时候，就3000人受洗，
3000，后来另外一次呢就有5000人。这个是我们知道是见证的时候有这么大的一个功效，所以圣灵会充满人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了。所以这个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来做见证。他就高举在神的右边，有种父受了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交办下来。所以交办下来那个地方，他也说，因为那个茄子会站起来，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奉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个3千人的时候，那个跟5000人信耶稣以后，那个威力有多大？那个威力是非常大。我们知道当时罗马帝国大的城市几乎都有基督徒。我们知道那个古利奈西本不是帮耶稣扛十字架，那个古利奈是利亚那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城市。我们现在以为那个古利奈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好像那个乡镇也不是，当时就是一个大的城市。那他也回去在那边传。那我们知道那个阿波罗在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城是在埃及嘛，那个时候就罗马帝国的第2大城。你看阿波罗也信耶稣基督，所以他到那边来的时候，他也知道耶稣基督的事情，只是他不知道圣灵教他这件事情。有很多人会去传。我们知道安提阿是第3大城市，安提阿有多少人信呢？非常多人信，所以才会差派彼得、巴拿巴他们去到安提阿去。他们本来保罗还在那边传，就已经非常多人信了。我们知道在罗马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信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知道呢？我们知道百基拉就是从罗马城被赶出来的，可见那个地方就有很多基督徒。所以因为圣灵充满百姓，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就到处去传。再来我们看一下明白神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就勤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那个腓力跟那个太监的时候，那个太监也在读神的话语。所以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就是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温和敬畏的心回答别人。我们要常做准备，准备是什么准备？就是读经祷告，读经祷告。大家讲啊，讲读你心内就呀，基督最主尊伊最小。见到人问你所人的因由，就不时便便。不是常做准备，是已经准备好了，不时便便，你就要准备好了。用温柔把家来分手，不是敬畏，是惊，因为神的话语是句句带有能力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勤读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我有讲过那个教会李正龙牧师的时候，人家送他一本书啊，一本圣经啊。正正教牧师送他一本圣经的时候，他一看那个圣经，怎么会这么好？所以他一个月把它念3次，一个月就把圣经念3次，然后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个是神的话语，那个确实，你跟他传的老半天的，没有用，你辩不赢他，你辩不赢他。因为他不管佛经各方面他都熟，他读的书非常多。结果因读了圣经以后，圣灵感动，所以明白耶稣所吩咐的，所以他后来做了这些。他读了以后，读到那个穷人到福音传给他，所以他就做这一块工作。就圣灵感动，一句话，一句话。再来行事为人端正，善事上结果子。我们这种听见的日子，也要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我们知道我们有了读了圣经以后，明白神的旨意，有属灵的智慧的悟性的时候，很重要就是还要有结果子，善事上的结果子。这个非常重要。你如果善事上没有结果子的时候，只有空口白话。空口白话的时候，人家会讲你讲话不一样，我讲得力，但是他看不出来从你身上的手见证，看不出来。
再来我们讲，这个是在一本书里面我看的，就是第一次的接触了。那一本书里面就访问了非常多的人，然后说，你为什么会相信耶稣了？他们就讲说第一次的时候是怎么样。这张根武，张根武如果说大概在60几年、7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小说非常有名了，非常有名。他本来是一个军人，他也没有读什么书，但是后来因为很喜欢写书了，所以他就训练他的写出来的文笔非常洗练，所以他跟司马衷远他们那些文学家都很好。张根武就人家问他你为什么会信耶稣？他说遇见神的一个使者，就是银华慈祥有爱心的老太太，他就这样讲。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说因为他后来中风了，他以前很有名，在文学上已经很有名了，但他中风，中风的时候一边就不能动，一边不能动，讲话也讲不清楚。结果就因为他是退伍军人嘛，他就送到龙中去。送到龙中去的时候，他说其实人家很多人去看他，还送了很多东西啊，水果那些都送给他。问题他不能动啊，他不能动没有消啊，所以只能看啊，只能看。隔壁有一个军官，那个军官好像位阶也蛮高的，太重了，比那个更重，那个都不能动了，大概不太能动了，就躺在那边。他太太来照顾他，结果太太来照顾他的时候，那太太每一次削水果要给那个他先生吃的时候，他说他就走右张喂张肉了，右手就喂他先生了，就把它切成小块这样喂，然后跟他讲。张根武当然就会讲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就拿那个我们是那个福音单张啊，福音单张给他看，他很快就看完，他很喜欢看书嘛。他说只有这个人不够，太少。他说好，下一次来我就拿一本圣经给你，他就拿一本圣经给他。圣经给他的时候，他就很认真看圣经。他说再过了1个礼拜来的时候，说有一些人带来就带一些他们教会的一些年轻人来干什么？说把他从床上把他病床上把他架下来坐在轮椅礼拜天把他推去做礼拜。因为总统他有做礼拜，把他推去，这很难过，还被推去做礼拜。做礼拜完了以后，就问他讲一讲，然后说接着下个礼拜再来又把他推去，就直接把他推去受洗了。进水里，就把他推去进水里就受洗。他这样就受洗了，那就受洗。所以他讲说，因为那个老太太非常有爱心，虽然跟他不熟，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因为神的爱，所以他愿意这样做。所以张根武他就后来人家问他，他就讲都是因为这样信耶稣。在彼此相爱，这个耶稣所赐的新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是比跟词了，这两个相爱是一个动词嘛，彼此爱，是比跟词。所以有人就说你基督徒，你为什么不爱我？为什么这样？我让我常常讲，那个教会来讲教会有一次有一间教会蛮大的一个教会，就把一个人送到那边去了。他就跟他讲，你要写切结书，因为这个人要是不听我劝告，他在里面喝酒乱来的时候，我们要请他出去。你要写切结书了。结果那个教会送来的那些人怎么讲？你们都没有爱心，你们都没有爱心，为什么送来你还不收，还要叫我们写切结书？他就笑笑的回答他一句话，他说：“你们有爱心的送到我们这个没有爱心的地方来。”有爱心的送到没有爱心的地方来，就那个爱是彼此一定要彼此才有办法。所以彼此众人就知道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竟然因为在地外显，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将来袂有人看见上帝，咱这三件就上帝惦在咱，也会听完全的咱。你知道国语不是这样翻的，和文不是这样翻的。和文是我们在神里面得以完全，
那个意思完全不一样。伊的听完全伫你了，他的爱，所以我们如果彼此相爱，就兄弟点点爱，神就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就完全，完全的爱。所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里爱里没有惧怕，爱就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读起来很简单，只有几个字，但是非常非常困难。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这样？这个是张伯利。张伯利是6四的时候，6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人家都要抓他，所以天天都有那个电视新闻是报道要抓他，所以他就到处跑，因为黑龙江那边的人后来就跑回黑龙江去，他就改了名字改了名字。改了名字以后，他就当农夫了。其实他没办法当农夫了，因为他是一个学者他当农夫其实有困难但是他还是当农夫都没有人认出他，他就在那工作了半年以后，刚好那个乡下的地方有一个老姐妹请他去工作，有时候伯利你来住在我们这里，住在哪里？都住在地下室，在收藏那个小麦稻米那个地方收藏，就住在那边。那他们那个张伯利问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说：“我知道你很有名，你很有名，因为那个老妇人农妇没有读书了，所以不认识字，他没有，所以他说张伯利他说他本来叫张百千的，然后张百千，他说有啊，电视都有出来，你很有名，天天上电视，你天天上电视。他问他说：你知道我被通缉吗？”他不知道什么叫通缉，他说没有。他说你如果藏我的时候会被抓去关的。他说关我还好，不要关你，因为你有读书我没有读书，我关的还好一点，关不要关你。结果他就跟他住在那边。后来他们就常常在唱诗歌了，所以他就唱了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张伯利说他第一次有半年来第一次掉眼泪。他说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你不要为将来的事情去盘算，主内真有平安。他说他是一点都没有平安，因为抓去不知道会不会判死刑，所以一点都没有平安。但是他们这样唱的时候，他就非常感动。后来有一次有一次那个老姐妹就跟他讲说：“你帮我读书了，读给我听了，因为他不识字。为什么帮他读书了？因为他们圣经一卷一卷这样抄，抄完以后这一卷就放在某一个人的家里7天，然后再轮到下一个家庭。所以他说刚好那一次呢，就是约翰福音，所以他就跟他读给他听，读给他听，读了约翰福音。所以读了以后呢，张伯利非常感动，非常感动，非常感动，他就。这个老姐妹就一直这样帮他。后来有一次，那个老姐妹就跟张伯利说：“我们来教堂交通了。”一般那个国语礼拜都会讲交通，我们来教堂交通。他说：“我来跟你讨论圣经这一本。”那个姐妹就跟他讲：“神的话语不能讨论的，神的话语不是用讨论的，是你的感受互相交通。神的话语不能讨论。”所以他听了，后来他当牧师了以后，他说神派他来，所以他就问这个老妇人说：“你不会怕吗？”他说：“神差来了，我没办法拒绝。神派你来了，把你带来，神带你来，我没办法拒绝。这个爱里没有惧怕。”所以后来张伯利逃出去以后，他出去以后，又在哈佛读书了，所以他把很多基督教的论点都忘掉了。他本来想说他一定出来一定要当传道人，为什么基督教这么好？结果忘掉了，结果说生了一场大病，一场大病的时候，人家讲说你肝癌末期了，他才想到说我跟耶稣基督立了约，说我要传福音，哇，肝癌末期，医生在美国医生跟他讲说你没有多久了。
后来台湾人打电话去张伯良，你回到台湾来，依然你死要死在自己的国家，不要再死在美国了。他说他回到荣总来，荣总全身跟他检查，检查完跟他讲说，你不是肝癌末期啊，你是肾脏病。结果医好以后，他就去读台湾神学，后来就成为牧师。他就把这一段讲出来，他说他第一次接触福音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知道不是哪一个人会传福音，不是，像这样一个老妇人可以影响张伯苓，张伯苓影响非常多的人。另外讲一个，我到东石那边去有一位牧师这次不能叫我请他帮忙，因为他在东石那比较偏乡的地方，要大家合作。这位牧师他在讲说他为什么，他是台大的博士，土木博士，美国的土木博士，他也不相信耶稣了，他太太后来受洗归入基督，他不相信，因为他书读了非常多了，每一次跟他讲，他跟你辩，用哲学用什么跟你辩。后来有一次在他们家小组聚会的时候，唱了一首诗歌，唱了一首诗歌以后，他说感动流泪，一直流泪，然后出来说他要信耶稣了，就这样。我也不知道，就是圣灵让他感动，信了耶稣以后，基督教这么好，他就当传道，他就把大学里面的在那边教书，在台大教书就把它辞掉了，然后就自愿到偏乡到东石那边去，去那边当传道。其实美国有请他去，他没有去，说你到美国来牧会，他说不要到那个偏乡去。所以我们知道神的爱激励非常多的人，透过什么方式没有人知道，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也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信的人会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有信得了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我们相信神会赏赐给我们，所以不是出入门，不是只有地上，还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凡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以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讲的。保罗是讲哥林多那个教会，他说那个教会为什么会这样？他就讲，虽然你们看不起我，对我有意见都没有关系，凡我所行的，这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以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彼此关怀，互相带导。我们群组里面都有互相带导，除了互相带导以外，还要彼此关怀。况且我们恳求圣灵帮助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但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但是讲上帝用讲不出的土气替人祈祷。现在是因为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求，所以我们有时候求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因为不是按照圣灵的意思，不是按照神的意思，神会替我们代求。我想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哪一些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我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我们都是，我们所以彼此代祷，互相关怀。再来分享交通，互相勉励，分享神的爱。所以我们有那个田中卷嘛，我有在读那个田中卷。我们刚好圣经读完，接着要读诗篇，再来是约翰福音。这一些我常常读，每天读一点，每天读一点。这样的话，神的话，我们就可以跟互相来分享，来到见证神的引领跟祝福了。见证神的引领跟祝福，因为其实神都会，事实上一定会祝福你。我们教会就经历很多了，我们知道，我自己也知道，我们经历过很多。然后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那个分享跟交通不是只有分享说你得到神的祝福，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神的保守同行，那个才是重点。一个人回家好的时候，你跟他传福音了，他来信的机会有不多。一个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你跟他传福音，他来信的机会非常大，几乎都是这样。那个时候，那你怎么会传呢？你怎么会知道？
难处。你遇到过你就知道。我有讲过，我在马街医院躺了28天，所以去住院的人我知道他的痛苦。一只脚放着，不能动，你知道放4个小时，你知道吗？那么难过，只要一点点凸出来的地方，你放在那边就非常难过，因为你脚不能动。我那时候腿断了，所以不能动，你就知道那种难过。啊，你没有经过的时候，你不知道啊。所以说，圣经有讲说，我们遇到难处了，遇到难处啊，神呢为什么会让我们这样？因为要我们去安慰那一些遇到困难的人，同样遇到难处的人啊。在嘉义基督教医院的岳母啊，那个岳母是一个，他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他先生是马来西亚，在嘉义基督教医院当医生。后来有一次我们卡车的时候，他先生骑摩托车要到嘉义基督教医院，刚好在那边实习啊。骑摩托车的时候被一辆卡车撞死了。所以他就跟神讲，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结婚没有多久，我为你摆上，我先生竟然被撞死，为什么会这样？一直问耶稣，一直问了很久，好几年以后呢，有一位就是混黑道的，也一样发生车祸，也是发生车祸被撞了，非常严重，送到那个基督教医院来。他就为他祷告，一直跟他讲，一直安慰他。他说：“你不懂了，你怎么会了解我的心情？我先生这样重伤，躺在那边，你怎么会了解我的心情？”他就一直这样抱怨，后来跟他讲说，我先生在这里当医生，在实习的时候也是被卡车撞死，所以我了解你的心情。两个人抱头痛哭了，后来那个人就信了耶稣。我们不知道哪个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会利用这一个苦难的时候，让你去安慰别人。探望，小组里面有探望，或者是我们小组有小组有探望，还有一个病痛的住院的，或者遇到有人安息的时候去探望，或者新朋友探望。探望是很重要，就是聆听啊，因为你有陪伴跟爱的时候，他可以知道陪伴不是去一直讲，一直要跟他讲你要怎么样，不是，越讲他会越难过，因为你不懂。你不讲，你遇过的话，你不会讲，你就会听而已，那个爱与陪伴、聆听非常重要。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来信耶稣。蔡荣义、蔡长老他父亲也一样，就是经常会这样。我弟弟过世的时候，那个卢俊义牧师每年都去。我当哥哥也没有每年去，我每次去都碰到。这个是一个陪伴的，因为走过那个哀伤痛苦的时候，那个是其实非常重要。而且你去的时候更能够体会，看到说那个安息不是结束，而是进到永恒。当一个人快要安息的时候，你去看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那个人变成好像在笑的样子，好像他要去到神那边。也许他看到天使，我没有看到。你可以更激励。那个其实没有错，乡下有几个人去探访，我们台北市区的人不太喜欢人去探访，那是没有错。1911年左右，美国的公益教派这个教派就曾经问卷，大概问了大概将近80万人。结果那个结果就是这样，城市的人不希望，牧师你只要打电话来就好，不需要来探访。乡下人就很喜欢人家去探访，100年前就这样，没有错。但是如果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去看，那是非常需要的。不是说要牧师要长老去，不是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因为你本身就是金尊的祭司了，你就是了。所以我们是什么？被拣选的主，金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神的使命。我们都是啊。
所以我们都可以去探访，去为他们祷告，安慰他们。这个是我们教我们宣扬来招呼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彼得前书彼得特别这样讲的。最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啊，活出爱，活出爱。叫阮教你，互阮的应允讲，阮出得到福气，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主啊，这是地上的福，主啊，我求你让我们更明白天上永生的生命，丰富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可以荣耀你，见证你的爱，可以把福音能够广传。主要求你加添我们每一位，在我们新的一年能够广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认识你。我将祷告可以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真感谢啊，也叫做今日所带来的分享题目，去传见证。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励，因为过年要过。明年开始，咱大家都爱开始有咱新的一年开始在面对咱的生活。我想每在座每个人拢有恁的见证，就跟头拄要讲，咱有快乐的见证，咱有快乐的见证，但是这个见证拢会来传互毋捌做啦，这拢是传福音，咱大家一起面对。这时代要来应答上题话，将咱起立来唱圣诗540首。这个叫咱人最情长的日。
的心来奉献，请书人的接书来祝福。是啥咱伫原家的，咱要来因上因信息429，恳求主你因带好下步，上所要请长老为咱祝祷。慈悲父神，我们感谢你，在农历年第一个礼拜，我们到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就领受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标杆，让我们可以常常去传，为你做见证。愿耶稣基督的慈爱、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与我们每位同在。圣灵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头上，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全然健壮。阿门。不是新朋友，但是很久，就我来讲，觉得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我觉得说我们介绍一下，名字，高兴看到你哈，常常会来。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想特别介绍是我们的创作者，虽然你会来看过的，但是我觉得好像很久没看到你了，看到你今天回到教会。我想咱教会我不知道这种教会是跟别的教会不太一样的教会。它不光是一个让我们明白的教会，它是一个我们好像是
家一样，我们聚集在这边一起来敬拜主，然后来做一些简单的消息报告。那本日的小组分享的话，我们一定是在生命记的第33章到34章，然后诗篇107章到112章。因为今天下午1点的时候，服务团契有个活动，所以我们等一下小组的话，我们希望大家通知一下时间，就是在12点20的时候结束，然后我们可以用下站，然后1点的开始出发。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礼拜后夫妻及妇女团契邀请大家一起参加一个户外踏青的活动。今天外面天气很好，可以大家一起来参加。那时间的话是下午1点，我们从教会出发。那地点的话是台北那个富良野，就是3层起公园在北投那地方。那交通的话，我们会搭公车过去，所以说请要去的人带上我们那个悠游卡、捷运卡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穿轻便的鞋子然后携带开水，然后假设有要携带零食的，可以带一些零食过去，我们再边走边吃好，就走起来。然后再来是那个，很高兴我们谢谢我们严长好帮我们争取，就是在本会的关怀站在今年3月2号到5月25号的每周一上午10点到12点这边有一个卫务费补助的一个活动，就是针对一些年长者的延缓失能的课程，它叫做成功老化的健康生活形态再造。那这边欢迎就是应该是65岁以上的，那快到65岁的也可以参加的就这些都可以欢迎大家来参加然后再来就是下礼拜的3月8号的话，我们会召开定期的长执会。假设兄姐的话，这边有任何的提案的话，可以事先通知我们长执我们在长执会里面再做这样的讨论。好，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肢体的交通跟代表事项。那我们今天的话，一样我们继续为我们就是教会一些身体健康的一些兄姐就是彩云姐，然后贝主还有骆远生骆执事，然后这边我再追加一个我们讲很久没有看到桂香姐了那心里有点艰难的事情就是我们也为桂香姐一些艰难的事情，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再做祷告。那再来也为我们家今天的话，我们特别要为林明珠、李世斌及李正成、欧雪珠这2家的身心灵健壮来代祷。然后说此时的话，请大家来刚刚为这些事情来一起做代祷。自己的亲友或者说一些朋友也有需要代祷的话，你们放在心里，你们一起大家起立来做代祷。我们大家请大家起立来为这些事情来代祷。虽然他现在在
在世上面可能不记得很多事情，但我们知道，在他心里还是记得主天父您是他最宝贝的礼物。我们在此时要为我们教会的指挥佩鲁，他全心全意的希望奉献他所能来为主做工，但知道主，你知道他眼睛受伤，也求主你在他的眼睛的恢复上面，施施的大的全能够他能够早点恢复，让主让他回来，再为主的神工来奉献他所能的力量。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的洛伊森罗执事，他是一个非常在主里面侍奉主、感恩主、赞美主的奴仆。但主你知道他的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也求主你提出你的圣手，在他的身体上面能够给他最好的医治。我们在此时也特别的要为我们的家人桂香姐，主知道桂香姐的心灵上面受到很多的艰难。我想就像今天叶长老讲的，艰难的事情有时候是主你要给我们最大的见证，因为突破了困难的时候，主你会让我们旁边的人知道，原来这样的艰难的背后都有主与我们同行。我们在此时也要为我们周边的亲友、我们的朋友，和我们自己身上有一些艰难的部分，也求主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求主把这些东西全部摆在主你的身上，也求主你在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能主与我们同行，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跟智慧与我们同行一辈子。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那我们此时的话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礼拜，那我们请圣歌队来唱《愿上帝祝福你》，来祝福大家。新的2026年，我们要与主同行，主的祝福也要与你们同在。只是咱要行平安礼，